國軍漢光42號演習今仔日起稿啊，攏總是10天9暝。咱空軍 C130運輸機也閣有換上2000個戰機呢，是互人看到飛去到花蓮的佳山基地。也那華防部的工兵部隊也針對着連外道路來進行主動的設置。另外，在國防部長顧立雄的報告也引起關注。有載物資彈藥、兵力投送能力的空軍 C130運輸機飛到花蓮，準備進入佳山基地。漢光42號演習準備起稿。駐守佇咧新竹空軍基地換上2000戰機，接到命令了後，準備飛起哩。6架次換上輪流進場，順利飛去花蓮進行戰力保存。國軍延續舊年的做法，今年的漢光演習維持10天9暝，同款鎖定咧實戰化，採取有設定無劇本，用臨時應變的方式，小連續甲狀況講予官兵聽，考驗官兵針對迄時的情勢，敢會當做出正確的判斷。真濟爆炸角踩佇咧路裡，邊仔官兵趕緊用鋼尖位鐵絲網啊。華防部無記強軍可能會為東部登陸，工兵部隊佇咧七星潭、調金魚場附近設擋路的設施，用來拖強軍的行動。另外，閣有海軍軍艦是佇咧港口內底汰兵，海巡軍艦桃園艦嘛轉去基隆港進行偵捕。漢光演習今天正式登場，但共軍在前一天在台海執行聯合戰備警巡，升高兩岸情勢緊張。對此呢，我方的船艦今天從基隆港緊急的出港，模擬戰時初期共軍可能利用飛彈癱瘓我方的港口航道，我方的船艦必須緊急出海，在外海集結。如果說共軍飛彈的射程，它飛行時間是20分鐘之內的話呢，那其實理論上來說，這些軍艦的話，可能就必須在20分鐘之前就緊急出港。這個時候呢，不管人員有沒有召回，全台灣各地攏有漢光實兵操演。立法院煞時間安排國防部長顧立雄針對鋪設地帶威脅進行報告甲備詢，包含副參謀長執行官、陸海空軍參謀長、政治局長等等高階將領，上無有46,000個將官，佇咧漢光演習頭一天陪顧立雄去立法院，引起關心。立法院的監督也是幫忙我們做建立表單的工作，漢光演習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對於立法院的監督，我們都是予以尊重的。那漢光實兵操演前幾日啦，共軍對台灣發動聯合戰備警巡。顧立雄表示，佇咧演習期間面對中共的騷擾，國軍攏有因應的方案。記者綜合報道。